家介绍我们这个剧团的灵魂人物陈其煌陈老师。谢谢。好，陈其煌老师呢，今年已经快80岁了哈，他快80岁了。我是高中毕业的，我讲有阶梯，那他是在大家底下，我们就坐在上面。我就第一次，我那个是被震撼到了，就听到锣鼓声，那么小的木偶，他说我记得还有真的是骑马跳窗子，我说哇，当你看到一个很精致的东西摆在你那边一个艺术品，啊，我就哦，好厉害，我就在那边一直看了2个小时，回来好几天的是很。心里是很激动的，我不晓得在激动什么，可是就是激动。那我想学呢，怎么办？我而且还是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。这看得到吗？可能掉下药。OK， 好。你现在要叫我找记忆吗？我有一个坏毛病，像我师傅他就很介意，因为我以前都叫他老师，就我叫你老师是很自然的，对我来讲老师是最亲切的。他就很不爽啊，他超级不爽，我就不知道他不爽什么。好，改，然后我就改，然后改了就给我腮胡，就这样子。伊做甲拢做啊教育对的，啊年轻教育，你就那个明白咯。咱嘛爱后勤嘛，人拢无齐全嘛。喂，系啊，开始了。好啦，我睡觉啦，系啊，小等我一下。秋冬嘛，两人做伴，我甲你遐。
画马幸福，血骨献庙，血骨献庙，是小小孩儿，你有这款的胆量，有，安尼好，你就去吧。你爱父亲啊！现在孩儿要来离开，请父亲受孩儿拜别。